Hello，38地產 Kenny，今日嚟到長沙灣嘅永寧大廈，係一個兩房單位，面積係259尺。想體驗一站式購物娛樂，請訂閱 Sixteven 直播。想喺九龍西區揾上車盤嘅你，一定唔可以錯過38地產嘅頻道。鍾意睇試食同埋自我提升嘅影片，就要黐實一路升呢啦。想同深水埗嘅街坊互動，請加入深水埗關注組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創作嘅原動力，期待喺線上線下同你見面。長沙灣嘅永寧大廈係位於長發街17號，係1989年入伙嘅。轉返右手邊係元洲商場、長沙灣地鐵站，大概5分鐘。佢嘅旁邊已經係順寧道街市。樓高大約係8尺半，長條形嘅木地板啊，咁啊保養得好好喎。咁啊業主咧就每年都會打蠟啦，咁啊而家地板咧就立令啊，都係即係有啲人指啦，但係真係 keep 得好啊。咁啊個客廳咧就好方正。咁啊如果根據而家嘅情況咧，就呢幅牆咧，即係廚房同埋洗手間而家呢幅牆咧，我覺得擺電視機咧就幾舒服。咁個 sofa 咧可以靠埋右手邊呢邊牆壁啦，即係背住個而家個窗嘅位置咧，就擺 sofa 咁樣。嗱咁啊，如果要固定餐台咧，可以喺 sofa 旁邊，即係而家凳呢個位置啦，可以固定到張餐台嘅。咁門口呢個凹位咧，大概有尺半深左右。我覺得就擺個鞋櫃係最適當啦。咁啊鞋櫃上面咧可以擺下啲鎖匙銀包咁啦。咁啊天花咧就好工整啊。咁啊成個客廳咧係冇梁位嘅。咁啊亦都黐咗啲嘅牆紙啦。咁啊牆身咧就米白色嘅乳膠漆，好乾淨啊。門框係白色，門都係白色，好舒服啊。咁啊呢隻窗咧就有3隻窗啦。咁啊望翻東南方向啊，好通爽。咁啊遠望呢邊咧係嗰個嘉頓山啊。咁啊望翻咧過去見到有喜雅啦、石硤尾村咁樣樣。咁啊兩間房咧成一個眼鏡房嘅擺位。咁啊右手邊呢間房咧，話望到好靚嘅呢個山景啊！咁啊房間咧都好闊落喎，咁啊埋邊咧有個柱位，咁但係都唔影響擺到雙人床嘅。咁啊窗台位咧夠深啦，可以做書台都得嘅喎。嗱望翻呢個咧就金山郊野公園，啊耷低頭咧望到呢個係保安道遊樂場啊，蘇屋村。左手邊呢間房咧，都係同樣擺到雙人床嘅。呢個柱位細啲喎。嗱呢邊咧就東北方向，好開揚啊！房間咧紫色牆身啊。好洗手間，咁啊嗱，而家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可以加翻嗰個叫做乾濕分離啦，沖涼嗰個位。咁而家近年咧都好重視啊，住客都係即係想沖涼個位置咧，就唔好整濕其他地方，係啦。咁啊呢一度咧有個做咗個浴簾個位，咁地下咧可以加翻個圍邊咧，可以簡單做到乾濕分離啦。咁啊呢一個上揭式洗衣機咧擺喺洗手間度嘅，煤氣熱水爐有窗嘅。好，最後廚房，咁啊成個單位咧就冇走廊位啊，非常之實用啦，好闊落喎廚房。咁啊用咗綠色嘅磚，咁啊幾襟身啦嚇，比較容易打理啲啦。雙頭嘅電磁爐。嗱咁啊成個單位基本上咧就簡單清潔下都已經可以即時入住啦，L 窗添啊有嘅。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。